继续来看中华园林一户姓张的人家。10多年前，公所要甲这个大路切弯处置的时阵，无来征收到因兜的土地，所以因兜煞来变做路中岛，搁互当地人掠准人士顶仔户调工买一半，互因是真委屈。今年市公所总算来完成着征收的程序，这个地主同意以市价650万来征收，而且家己甲厝拆掉。当地民众嘛讲，这个厝拆掉了后，加进光看进有，安尼真好。该区将地上要拆掉，和当地民众讲是铁钉仔户的姓张的这家伙仔，争议10多年了，市公所总算顺利征收土地。拆路前，张家的厝就像安尼，将车路分做2边，经过这驾驶因为视线挡掉咧，真危险。视线好，视线是足长的。哦，我感觉比足长的足好的，你知？要变更为道路用地，才好去办理征收吼。当年园林镇公所要将山口路这个路口一弯处置，要搁办理土地征收的时，无征收到姓张因兜这个20坪土地。据说讲因兜几年来，互人当作讲是铁钉仔户，伊嘛感觉真委屈。在我们的道路征收的时候，应该要把他的剩余的房子土地一并征收，才不会导致有那些无可使用的栖地产生啦。3万块，你两人来生活。2009年，公所以公告地价1坪3万块征收边的土地，姓张的地主无被征收到，即摆为了大路卡了一间人家厝的问题，爱用1坪32万5千块来征收，甲算算的需要650万。公所当年无征收的10多年了后，变成1坪爱加开将近30万，才有这个道路会较平，加在地企业有关注，和这个风波顺利结束。